儿童福利联盟伫2024年有针对着国中含高中的学生进行校园霸凌调查。虽然这霸凌发生的几率有降低，不过防霸凌的学生这失眠的比率却来增加。也发现讲重视校园辅导环境会当降低霸凌的几率。另外，自商心理师工会也建议讲，要加互学生了解各种霸凌的情景，提升应对霸凌的认知。 拜二开学，伫学校除了学习，也会交朋友。儿童福利联盟拜一发布2024校园霸凌网络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去年校园霸凌发生率是10.2%，虽然甲2023年的15.1%比起来有降低，不过因为霸凌失眠或者是困无好的学生比例是对19.5%增加到30.1%。因为这些在学校的困扰会造成他晚上的时候更加对于明天的上学可能更加感到焦虑等等原因，所以他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比例大幅的增加。 医学联盟表示，校园霸凌对学生的心理创伤影响足深。调查结果也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感觉互人孤立，也有大约4%的学生无助，唔知要安怎。另外，医学联盟也观察到，若是校园建立更较全面的辅导资源，而且愿意互学生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学习要安怎处理，愈透明公开，学生也会较愿意信任学校和老师。 除了讯息上的宣导之外，应该呢也要让学生知道说，在我们自己的学校，时常会碰到什么样态的霸凌。那是受霸凌的同学，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呢，你这些反应都不可耻。 自商心理师全联会表示，反霸凌毋是导师和辅导师的责任，是伫教育现场所有的人爱同齐来重视，培养同理心，才通互学生拄到问题愿意信任大人。另外，医学联盟也建议家长会当加关心、观察囡仔的校园生活，若是有霸凌的状况，爱先尊重囡仔的想法，用沟通引导的方式帮助因解决问题。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